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5年7月初5，有一直咧风声讲是世界上尾一天的日子，真欢喜大家来伫189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咱大家月头一礼拜的台湾文学欣赏会线顶相会。咱今仔日是咱台湾国语第5课即马刷来可能会有几摆，咱做伙来读即个陈雷生的作品，因为咱知影，嘛是顶礼拜论坛的差不多即个时间，咱知影陈雷生伊转去到天顶做神相信大家拢有诚侪毋甘嘛是祝咱即个读册会，咱过来读陈雷生的文字，互陈雷生用文字去甲咱听俗。今仔日读册读了，上尾嘛有时间，大家若有要分享遮心情有啥透放，有想要分享的，咱会后做伙来讨论。咱就照常来读册来少年陈雷生。今仔日原底要读的作品，若是你是第一时间看到即个读册会的宣传的，原底是要读《乐了的秘密》。是陈雷生也未发表的作品。后来今仔日因为陈雷生的作品的编辑小组讨论，嘛是决定讲即个，因为是留来的作品嘛，拢爱公开进程拢会经过校对编辑。即个校对编辑也未交整，希望是以相对较完整的状态啦，才来公开互大家读。所以今仔日嘛是临时抽换做今仔日这篇草地找有足经典的作品嘛是龙光兄有讲是伊上爱这篇的作品这篇真正真水咱做伙来读好我同款分享一个今仔说明一下今仔日咱读册会的流程互大家知影安怎参与。好，等我一下我册一下画面。好，来，好，大家平安，咱来看今仔日，咱读册会说明一拍伫即个会前遮。我妈妈读册会的说明因为逐个月即马台湾文学欣赏会是我妈妈，阮是一个协会来主持，阮有办诚侪读册会其中这是阮其中放的其中一款方式。基本上阮拢会先参加的人，虽然希望大家会先捌读过今仔日要读的作品。因为先读了后，有法度先消化吸收，想看有啥物问题，想要甲大家伫读册会来讨论，这就是读册会一个人甲大家做伙读无共所以读了后，今仔日是读后来有经证，草地找有这篇过来，若是毋捌的意思，也是要甲大家讨论的语法顶头的问题，会当记伫共同笔记即个档案内底。等下咱嘛会做伙看过来是内容本身可能是甲伊可能作者的想法还是讲故事的结构设计等等的即款问题嘛会当先提出咱会当伫读册会第3趴的时阵甲大家讨论歹势第一趴的时阵第一趴袂记讲正式起稿进前大家拢虽然先读过咱伫遮因为咱较慢才公布，毋过大家应该嘛会当做伙来读看卖毋是每一个人拢爱参加，毋过等下要参加的人，我会先甲恁问讲有要做伙读的做伙读的咱是读全白话字的资料伫遮读多读少拢无要紧，毋过等下先有要做伙读的是倒反会当举手伫迄个会议间的即个举手，还是发一个声，我甲有要做伙读的人记落来排一个顺序出来。咱等下照迄个顺序，随人来读。好赞！我等收到头一个，即马要举手的就会当举手做伙读的时阵，你要读偌济？你要读一纸一句嘛会用一，你要读2趴2段嘛会用一，就读甲你爽。排迄个顺序的意思是，你的比如讲我头前有人，后壁嘛有人
我的头前甲后壁的人，爱伫我咧读的时阵，因爱斟酌听，特别斟酌听，因为我若是有读灯打去的所在，因是大声甲我掠糖，爱提醒的即个部分，所以咱是规个先甲故事读过一摆，完整了后，再去翻头来看讲我拄则读的部分，敢有读灯打去的，再来互相提醒，对，啊，再进入到语术的讨论甲内容的讨论。好，安尼即马劳烦大家有要做伙来读即篇，会当举手。啊，即马我有看到 Carol 甲梁光兄，我嘛有，议题有好阿天，安尼我啥一个？我想啥？我先来，梁光兄先来读好啊，梁光兄。过来，议题，过来，Carol，过来，我看一下哦，我看迄个抓手拍开，好，过来，我过来，小文，过来，阿天，好，过来，好，明显拓扑，好。好，安尼目前是一两三四五六七个人。好，安尼咱的等下做伙来读。啊，若是有听到一半，熊感觉嘛要试看卖，嘛会当趁咱咧换人的时阵，再来举手还是发声讲嘛，想要试看卖。安尼好，安尼咱先甲，咱拢总有7个人要读，啊，我先甲迄个咱今仔日有几名扫过一摆，大家会当知影家己想要读偌济。买拢读了呢，对，咱即摆拢总有七页，对，好，大概是即个量，好。敢会讲较大字诶？会使，我等下甲迄放缓诶，安尼敢会使？等我一下，安尼敢有较好？有。好，安尼好，安尼咱着对头一个阳光，那个头前后壁诶人，家己小记诶，头前后壁诶人就是你掠糖诶管区啊。好，咱即马着正式来读即篇草地找牛。好，咱请梁光兄先读。草地找牛，单雷。学生囡仔时代，囡仔转去草地佚佗，第一就是去找牛。迄时，阮两人亲像阮的阿婶讲的，做伙着袂输锁啊拍角分袂开。我的阿婶对我甲牛斗做伙，自起头就无啥热心的反应，时常当我的面念，牛毋爱读册，惊我互伊影响拖歹去。但是我迄时一直感觉着，这是因大人无公平的偏见，对牛无了解的关系。好，多谢我读到遮。好，多谢梁光兄，过来咱后一个请议题继续来读。好，这牛毋是伊的正名，因为伊的体格甲我的二姑相解相像，粗搁大丛，行路涂骹的震动，甲伊徛做伙，自然会感觉伫牛身躯边的滋味，自细汉
自细汉的时，人都叫伊牛。但我的阿嬷真疼伊，叫伊的正名阿雄啊。我读较正。多谢伊题。好，安尼过来后一个，咱请 Carol 继续来读。凡是佚佗的代志，牛上认真。这就是我甲牛所白结分白开的原因。我迄时的看法，牛的知识无输英文老师甲地理、历史的老师，加起来，亲像甲习俗牛讲会相拍，袂相拍，听声就知。我以前一直掠准习俗是叫习俗的声音，伊讲是叫起里库，伊有做实验互我看，用一支草咬习俗尻川，迄习俗就一直叫。我认真甲听，起身听袂出来，尾才听出来，正是起里库的声调，毋是习俗。我读到这。多谢 Carol。好，安尼咱后一个，是着我。好，来是你，伊搁进一步证明讲戏术英文叫做 cricket， 就是即个原因。即点市内囡仔戏术佚佗真久嘛是还毋知影。迄时我才深深感觉到，牛是活头脑的人，伊的英文嘛是程度真悬，无简单，是毋歹读死册尔。牛伫地理方面的知识嘛是无简单，灌杜白仔的时阵看会出来。定定我找无杜白仔空，伊凊彩用树尾涂骹拄落去，就是一空。我按遮即空悬，你去遐迄空等，头捅出来，着甲掠起来，毋通互救去。毋知安怎，真实迄满兜的杜白仔拢会晓听牛的话，水啉饱着戆按迄空行出来，互人掠。可惜即个知识牛准做是战略性的秘密，保守起来，无讲互我知。所以灌杜白仔的优势，牛一直占真久，到阮考高中的时，才秘密漏泄出来。好，我读到遮，续来咱请小阮继续甲读落。掠大讲田的我着无输牛，因为迄阵店里拍金仔师傅冲伯有教我一步。阮以前是先念
心念细细只田下，用一支长草仔拔咧，哪西哪海，声声大讲田下来教，就甲掠起来，冲爸啊，因兜体仔内有种真侪文旦柚，掠田的嘛真有经验。伊教我细只田的会爱掠活的，用草仔甲伊的尾溜拔咧，空咧毋免海着飞袂停。大公田下看伊飞袂去，腹肚枵挡袂牢，着来食，甲咧毋放。好，好，多谢小温，安尼咱后一个阿天继续来读。这部就加真好势，为着这个新发明，牛真欢喜，送我大喙的，就是伊只通第二用的蟋蟀啊。但是我知影，甲蟋蟀啊，我是永远袂赢牛的啦。虽然牛有够我听起哩去的声，但是我袂晓像伊安尼分有用的甲无用的。又搁我嘛袂晓甲因饲甲训练。牛定定送我有用的蟋蟀啊，放伫番仔火壳仔内面，顶面插空，内底铺草，互我掠转去厝里饲。但是无几日，迄勇勇的蟋蟀啊都毋叫，也毋捻喙手，无2礼拜就毋知安怎死翘去。迄时我就会想要搁转去草地找牛。好，我到遮。好，多谢阿天。搁后一个咱请拓普继续来读。牛毋爱读册，高中毕业无搁考大学。我去台北读册了后，阮就较少做伙。后来我出国，到即摆转来去找牛，算起来嘛有要30年无见面啊。牛已经娶某生囝，二姑甲二丈拢已经过身去。金仔店换牛咧换，店面暗散，无拍金仔的师傅，也罕得有人客来坐。大概生理是无偌好。牛的某兄啊，有甲我讲起，即马金仔店生理歹做，人会来抢税务局的人常常爱来啰嗦，所以金仔店的空榜因无调，较袂兄目。伊比店面的铁门甲放伫架顶，迄顶警察型的圆帽仔讲，就是安尼，牛才会去参加民防的。到遮。好，多谢拓普。咱原底7个人即摆轮了会当对头一个开始轮，毋过我拄则有看到迄个啥物人啊？明金入来，你要读看卖无？啊，有要其他有要嘛有要读看卖会当举手甲我讲哦。对倒位开始？我问。对。我一段是无？看你读到饱。好。对。我问伊参加民防的敢有效？伊讲加减有差啦，即顶无啊，甲
白食，甲白食，甲白食，迄歹空诶，就较毋敢来。听起来，介像是庙林请来诶新妇仔，搭伫门口报平安迄款诶作用。熊仔是敢是一个人？是因某牛熊仔的某，哦，牛诶哦好。本来是寒田遐足草地诶人，毋过听伊诶口气，伊是无啥伫惊税务局诶人。刷落伊讲，咱还有一个查甫诶伫要做兵，较莫插事较好。我问伊是安怎讲，敢继续？看你啊，我甲即段读了，伊好，讲像民进党伫选诶时，阮嘛拢毋爱放炮。因讲若互人点油做记号，囡仔去做兵诶时，伫军队会互人糟蹋找麻烦。到底这是有影到啥物程度，我就毋知影。但是熊仔是咱遮在地人，伊是真有心诶，毋是伫讲滚笑诶啦，滚笑好，诶。嘿，对对，滚笑，水，好，安尼咱就写免紧，安尼过来咱就，若无人搁要加入，咱就对头一个龙光兄去继续讨论咯。好，安尼咱请龙光兄继续。迄暗食，怪怪哈，哦，迄暗食暗饱，安尼对吼？迄是，暗食暗饱，牛招我泡茶，阮坐伫顶仔骹，牛泡一泡南投水里当季的乌龙茶，请我。迄厚厚的茶，倒伫喉仔内芳清清，色伫像火扬起的金仔，啉落去，喙内感觉会一直流喙烂，吞落若后，规身躯像浸着温暖，规身躯，等一下吼，读起来哦，规身躯像浸着温暖，浸着温泉，浸着温泉，啊，是咧，浸着温泉，逐个门关空拢开去，牛甲一支短短的象牙分吹，比店面的扛棒讲，我即味伫高火压烫热病上有效。恁二哥真若还伫咧，
恁二姑恁二姑真来要伫咧，食即味就袂遐早去啦。好，我到遮。好，多谢金光兄。搁有一个，咱请一题。好，我的二姑要少年又糖又病，动脑筋过身去。我看空榜顶面的字，心愿灵芝灵芝，灵芝制药制药制药这药药啊药，药嗯，麻豆总经销，才知影牛也有咧卖灵芝的药品。灵芝即项物，我细汉的时捌听人讲过，印象若像是仙药煞。好，多谢一题，过来咱个着 Carol。伊讲砥霜真有效。阮老爸迄阵若有即味通用，就免手术啦。牛的老爸人细细汉像一粒破啦，80岁的时手术砥霜过身去。我因为毋捌灵芝的医药内容，所以无应伊简单弹头表示对临场80岁，对临场。离场80岁去手术砥霜的同情心。好，读到这。好，多谢 Carol，过来着我。牛拄一张镀金的名片互我看，我即味就是台南即个留即个博士发明的，美国嘛有申请专利啊，得要拍外销。我搁担一个头，对伊生理方面的眼光表示赞成。牛讲，若是肝硬化，单即味就会好。照起工，逐日甲食，免几个月就看会出来。这我遮即马逐个月消偌济咧，我无搁担头。最后伊讲，好好人食上介好，通血路养筋骨。你看我才食无几个月，气色才好，头毛无几支白的。咱两个坐做伙，敢有人看会出来咱是平济货？若讲用拳头母出力整伊家己的手骨，表示真勇，拢整袂疼。好，我读到遮，过来请谢阮继续来读。伊安尼说明，互我对灵芝渐渐失去信心，而且阮两人遮侪年毋捌见面啊！即摆转来本来有真侪欢喜回想的话，甲出国以后的代志想要甲牛讲，毋过牛亲像无感觉着，袂记了，规暝干那一直咧吹箫伊的灵芝，有喙讲甲无烂，有几回我问
去二姑甲冲伯啊过心情的代志，伊回头随着搁返倒转来。我我事实想，我事实想袂起来啦。前日兄啊，较较后有甲我讲，迄站牛跋甲这是迄落即个大家乐吼，对，你就搞来哦。大家乐输几偌10万，是毋是经济真严的关系？生活的负担甲压力，互伊全部的心神拢伫想趁钱做生意，煞无看见阮古早真旧朋友钱情，迄或者是或者是敢会即个经济进步的社会已经现代化去，即摆一般大家都拢是安尼啦。是我家己离开遮了后已经真久，发生的变化无了解尔。好，好，请阮头家敢是，还是要继续？好，头家，好，多谢谢阮，安尼过来后一个着阿天，等我一个哦。好，请。我点点安尼咧想，心内渐渐黑暗起来，感觉有一个模糊无形的乌影，迄个摊开扩大，扎伫牛甲我的中间，甲古早甲即摆的时间分开，切断去。即时已经翻点，顶仔骹剩阮两个人。牛泡的高茶，一流一流，香味清清，乌龙甘美，互我精神真好，袂爱困。迄顶仔骹的灯火悬悬暗暗，照着牛甲我看伊坐伫椅头仔顶，肩胛头久久专心咧泡茶，身躯的影嘛是也遐粗大。毋过牛事实气色无好。面色有带黄酸，头毛灰灰白一半去，伊有加一个短短平头，真下面庞人猿的形式。以前牛爱佚佗，即马小翔爱与大家乐。除了这以外，我想牛已经是完全改变啊啦。过当日下晡，牛送我去坐巴士，伊看一个纸袋仔互我，讲：遮个灵芝你带转去加拿大，互我舅食。若是肺癌，我即味是食会好诶啦。佮讲莫烦恼，食了若有较好，拍电话来，我才佮寄去，互我到遮。好，多谢阿天，过来请托普来读。我爬上车，拄则坐落去，雄雄听到一阵起哩哭的声，纸袋仔拍开看，真实顶面有一个细细盒有插孔的纸壳仔，内面一只蟋蟀仔。我赶紧回头看，牛还徛伫遐。我摕迄个纸壳仔，下手互伊看，伊对我下手愈压愈大力。牛的大面顶悬出现了一个囡仔形开放的笑容，大喙笑甲开嗨嗨。
伊比一支大头帽，互我看。毋知讲一句啥物话，我无听。马术就开始行，一阵一阵涂骹的鹰野对咧飞起来，踏着阮的视线。迄时我有看见车后面迄块大地的玻璃窗，规片充满了光明彩色的光线，就是即个草地要沉落去的驶照日，透过远远天顶一大堆红罕金的云霞照入来啊！我欢喜甲心肝头噗噗闪，亲像迄时伫要离开真熟悉的麻豆以前，古早的迄个牛对着起哩哭的细碎仔声，又搁按跳腕的日子，拢总倒转来啊！倒转来啦！到遮好啊！好赞！安尼上尾一段咱请明紧来甲读好了。好，多谢。巴士到海寮的时，我先落车。迄个纸壳仔，甲伊拍开，内面有一只乌金色的蟋蟀仔，目睭微微甲我看，老神在在伫练喙手，我甲伊放出来，涂骹放出来涂骹顶一个伊神经按落边，迄大片的草布一直走去，我伫遐徛一时仔久，爬上车，司机甲门关起来，就无搁听着叫机理区的声。煞，多谢赞，多谢谢明。恁。好，来，安尼咱多谢大家做伙参与做伙来读。好，安尼咱即马来进入互相掠糖即趴。好，安尼即马这样，阮就好拄好头一面，遮敢有人有记着倒位有读进来？这边应该是用光遐个议题的范围，佮有迄个卡罗的范围。安尼看议题卡罗，我甲安尼我一个问哈，议题敢有要掠的？先无好啦。好，大家通试看觅，因为迄个互相掠糖嘛是一款练习。掠的人是咧练习迄个耳孔，来别人咧读的时阵，咱的耳仔会除了第一就是啥咯，大家会先读，就是咧读迄个台语本身，比如讲咱有转调啊，等等的关键差，咱敢有读好势？因为咱总是中华民国咱是民所治，咱毋是从细汉读台文大汉的，就算咱台湾话会晓讲，有时迄个文字读起来，目睭头脑会对袂着，安尼咱的喙就会对袂着。
读文章的时阵特别敖，就无转调去，还是讲着无关系读，所以才会较六个人相读安尼。好，这是而且是帮助迄个咧读的人，就互你掠的人，因为家己咧读的时阵，定定会无迄个气力去注意家己读了对啊毋对，安尼别人来甲掠的时阵，伊就会当知影，伊会当翻头去看录影去听，安尼。好，伊提请。我想起来啊，龙是光遐第三句是我的阿婶，伊拄则读阮的阿婶。哦，是，应该是迄个我有看着，这样我迄阵无落去。有，水赞，倒下一题。好，安尼过来，好，后一个我问迄个卡罗敢有要你应该是倒掠迄个议题的部分，敢有看着啥物啊？你爱？我是无掠着呢。好，倒下卡罗。安尼我有中间敢有掠着议题的部分？因为迄个着头前后壁的倒掠呢。好，若无其他人嘛会当倒掠哦。议题遮我有掠着迄个遮细汉的，自细汉的时，人着叫伊牛。细汉的，细汉的，红个仔的时阵，人着叫伊牛。过来是单单我的阿嬷真疼伊，应该讲疼伊。即篇咧编辑的时阵，咱台文再来，咱知有人话对，毋过即篇毋过所有毋是所有的，毋是无写人话就无轻声对。人话的功能，咱会当讨论，连讲讨论。读做真疼伊，对，是。真疼伊。好，倒下一题。好，安尼过来。好，安尼过来的后一面哦，即面，好，安尼过来是卡罗的部分，看议题敢有要掠的。我无。好，安尼着我，锁仔拍角分袂开的原因，拄则敢若讲做白角还是啥？对，对，锁仔，锁仔拍角，对，是。好，过来细数啦，对，细数啊，可能头一摆咧读的时阵，有的人可能恁遐可能毋是安尼叫，我毋知。加下细数啦。好，我毋知影啥物画起来，袂记得。好，安尼即面敢阁有人有要倒掠的？一声、两声、三声。好，安尼咱来进入后一面。后一面咱分安尼好啊。好，即摆看到的即个部分，敢有人要倒掠的？这是我的部分，安尼是石温甲卡罗看敢有要甲我倒掠的？好，那无好，多谢。好，安尼那其他人敢有要倒掠的？一声、两声、三声。好，多谢咱进入到后一个部分。好，即摆看到的所在应该是啥物人咧读的啊？是应该是啥物人？我要点倒掠。应该是阿天甲透福看敢要倒掠。嘿，透不呛。就即摆上下骹即段，好，第几即节？动物的加真好势，减一个道，等者第几节？就迄落即摆上下骹迄段，嘿，对。即部加真好势，就第一句。好，就减一个道，即部就真好势。写道，嘿，对，毋知好无注解。即部就加真好势，欠一个道去。好，多谢好普。拍金仔师傅，对。顶悬站，顶悬站我有看到，
我迄阵嘛有听着。遮头一句拍金仔师傅，咱应该连咧讲，还佫有细只田的是细只田的遮第二逝诶上尾。体仔内迄个声调，伊第呃，四第四逝遮体仔内，体仔内遮有注解15，对，汉乐原文是安尼写，互大家参考。好，敢佫有哦，佫有迄个掠蛙的，是阮兄敢若读掠蛙，还是掠蛙？聊我诶哦，无甲迄个下，无读哦，着迄个下啦。欠一个是啊，家咧毋放，上家咧，尾蛇遐，哦，家咧毋放，这阮应该是读家咧毋放，安尼讲毋对。因为咱袂记咧解说讲即个，迄阵咱咧读册会是有试验用有主轻调甲无主轻调的形式啦。啊，即篇是无主轻调的，咱拢总共一篇有字尔，敢毋是？袂记哩呢。我会记哩，咱敢若试一篇，对。家咧毋放，对，我即摆咧想腔口差，因为我当有诶所在想，对，伊毋是咧嘛，伊是咧，我毋知这是腔口差是啥，错别。无得较有诶所在会讲家咧毋放，家咧毋放甲家咧毋放，我可能会讲家咧毋放，会记安尼，嘿。对，我会记说阮是讲家咧毋放，好。我拄则敢佫有人有要掠诶，其他人嘛会当斗掠哦。着排迄落管区，敢若是为着迄落咱人诶主义是有限诶资源，所以毋通互逐个自头到尾精神拢甲伊紧绷安尼。毋过会当注意家己个头前后壁，安尼就好。人性诶设计，毋过你若是有其他人若是有掠着你家己诶管区以外，嘛会当斗掠。好，安尼我嘛有听着，嘛是即拍遮，牵咧毋免害，着飞袂停，害甲飞敢若我毋知我有记起来，毋过我小可袂记动体是读做啥，逐个会当翻头去去听。好，遮敢佫有人要斗掠诶？一声、两声、三我毋知听毋对去哈，我是讲迄个食阮哈，是伊迄个 M 的音拢迄个界性是发做 N 啦，譬如讲信心哈，是迄个 M 的迄个声无够明确，有时也弹信心哈。我听起来是安尼啦，可能我听毋对去嘛，无听对吼，所以 M 的声无够清楚安尼，信心。了解，多谢。感觉逐个安尼互相了真好，感觉逐个咱家己试看觅，咱私底下家己招，若是有招几个，就咱家己找材料安尼放，有掠通即个机制，互阮的经验是安尼，逐个进步会加真紧，互大家参考。佫有一句咧，叫负担哈，是负担我听起来介成是负担安尼嘿。哦，了解。我即摆找袂着，对，我讲找袂着迄个词，逐个当搁去甲伊画起来。好，多谢负担甲迄个信心。好，安尼遮敢佫有人要斗掠诶？一声、两声、三声。好，咱进入到后一个所在。好，安尼即马遮即部分，好，敢有人要斗掠诶？这应该嘛是边境甲天诶管区，敢是 top 读诶。
阮嗰边去迄个阵，佫毋知影家己爱读，所以对，这毋是你的功课。我应该是我问伊遐才开始。对，我是讲管区的意思是，因为咱若是你是接伫 top 后壁读，安尼 top 是你爱负责了。毋过 top 咧读的阵，你佫毋知影你会读。是托付雄叫我上线的。好赞哦！大家对啊，大家爱加小招，加迄落老人做伙来读册。好，安尼将第五段哦，应该是，像我的语感应该是暗散。是，我嘛是有甲伊标起来，暗散。啊，还有一个轮子为黄的迄个所在，应该是人会来抢，嗯，赞因，为是一个大事嘿。嗯，赞，多谢。好，安尼敢阁有其他人要斗你来？一声、两声、三声，好，咱进入到后半面。好，这个部分敢有人要？应该是拓扑甲梁光遐掠大声。好，敢有人要来有掠着的？拓扑敢有？无开麦哦。大伫门口保平安。胡啊，新胡啊，对，迄是胡啊。新胡啊。啊，迄个官电读册官电。是本来伊就写官，应该是官电。这是台南的迄个官电。是官电吗？对无？对，阿天，你敢知影咱迄阵偏执的阵咧想啥？我想我袂记得。我读到遮嘛。是官电。这真简单，咱拄则我拍这两字是台文。啊，这两字是中文甲日文。咱普通时看到的这两字，毋是台文。所以咱较早的主要是对遐的人到底即马可能会愈来愈影响，就变做读官电嘛。啊，所以遐的人若是可能30当前，嘛是佫较侪人讲是官电，是毋是？还是即马嘛有关系，我毋知。敢有人徛遐，还是捌遐？应该是讲官电啦，即马抑个是讲官电啦，对。好，官电。这个是电容的电啦。是。对，所以是好食。什么好食？菱角。好，菱角。赞。我嘛介意。一定要吃。用扫嘛会使啦，那这年下的会当扫。好，安尼敢阁有托付敢掠煞？啊，阁有上无迄个真有信的，相信信。对。但真有信，对，有咧信，有信，对。真有信是啥物？有信，基本上有相信。对啊，较健康哦，就即款，对啊，有咧信，神男信女的信。阿嬷咧讲你有咧信哦。真有信。伊是真有信的。有咧信的。对。听我。好。刷落这段这个应该是刷落去伊讲咱要有一个查甫的讲，应该是毋是刷落去伊讲？刷落去伊讲。因为后壁物件所以爱变调。咱应该再来是安尼讲，敢是？我毋知影理论要安怎解说，对，毋过应该就是讲伊讲啥物，袂讲伊讲。对。刷落去伊讲，咱要有一个查甫的，好。
对对对，多谢恁呢。咧，多谢。好，安尼才敢阁有人要到了，一声、两声、三声。好，咱进入到后一拍。好，来即夜的前半段，才敢有边景也是啥物人？议题敢有要到你来？敢是？这段是对，这段跟讲遐读的是。啊，阁有 Carol 讲到你啊，好，安尼议题敢有？我无好，Carol 敢有？好，安尼其他人敢有要到你啊？我会当问一个大家迄个想意见哈。啥？我到即阵还佫读即句佫读袂顺啦吼。迄暗食暗饱，嗯，敢头一迄个敢有安尼讲？阮迄阵读，我会记食暗饱，阮迄个阵嘛是安尼读呢。的读册会嘛有针对即句讨论，啊，阮你拢安尼读安尼讲安尼读？嘛是食暗饱，啊，我敢感觉较我有感觉怪怪诶，我迄暗食暗，咱较常听着食饭饱对无？嘿，讲食暗饱，啊你可能会当讲食暗饱，食暗饱会怪怪。大家敢有捌听着即个讲法？对，着较罕得听着，所以无确定。咱拢是听，我拢是听食饭饱啦。我嘛是。对啊，食暗饱还是食豆饱？对，应该咱说是无讲食饭饱，咱讲食饭饱，毋是食饭饱。毋过重点是敢捌听人讲过即个讲法嘛，对无？当然，咱照理论会当安尼吹，毋过敢有人捌真正听过食暗饱，还是食暗饱？其实咱就是其实有我感觉真正是食暗饱，有可能是食暗食饱，甲迄个其后壁迄个想起来。我是咧想讲，敢是讲，若是食暗即个中间有一个连话吼，安尼就会解决即个问题啦。迄暗食暗饱，即含食豆饱。我感觉有可能是食暗食饱，啊，甲第二个想起来啊。毋过对啦，迄个食应该甲藏落去就较清楚。因为若是听人讲，对啊。有呢，阮遮有了，食暗饱，真素常啊嘛，敢无？所以洪中兄是听食暗饱做素常。无。哦。若讲着认为吼，咱即马是已经伫迄个拍字的时代，已经40档啊，所以真侪人是看电脑拍的字，看了真惯势啊。先莫讲食暗饱，咱若讲食饭饱，传统的台语要写食饭饱，毋免认为。毋过落尾亲像信望爱咧做迄个拍字的软体时，凡若有收的物件，因就拢认为用真棒，所以因的食饭饱会用两支认为，即马真侪人看30-40档惯势啊。毋过咱若看原底的台文，毋免迄认为，咱若插认为，电脑无法度解说。听你敢要解说啥物号做原底的台文？咱即马咧拍字的人，咱若用信望爱咧拍字，我若投稿，还是讲我是迄个一个杂志的迄个编者，我拢一般人是无啥咧思考讲，我敢要用认为，咱就干那拍字的时拍看卖，
若信望爱有收，咱就照信望爱。毋过信望爱若有收，伊就拢认为用尽忘啊。所以咱就惯死变做讲，食饭饱即款话句就拢差认为啊，所以这都毋是原底的台文啊。因为这我知影是啊，我意思是，因为我是烦恼迄个啦。咱有一寡听众，若是较无熟悉，敢会歹势问啊，啥物才号做原地？是当时以前，还是倒位的范围？无安尼变，敢袂使，啥怎袂使？哦，对。咱若咱伫1980年代进前，拢无即款拍哩的软体啊。所以讲，大家咧投稿的时，真正是照伊家己的认知呢。即款呢，这就真正反射社会上白话里的社会即个习惯。因为虽然爱家己决定当然伊若到迄个出版社遐反射去互迄个编辑者超认为，所以听讲的原底的台文，敢是教会报？较古早以前的教会报。毋过咱看过嘛是教会报的编辑过来本啊。上简单的是，1980年代进前的物件，未受到机器的即款影响。迄就是人脑决定我要插即个人话无？对，毋过嘛毋是100%无问题，因为安怎讲，几号个编辑者反射伊的影响会足大啦。对，毋过教会报的编辑组。这个落尾有即个电脑拍哩以后是袂比品质，因为电脑咧拍哩，我敢若出一个信望爱，大家拢照安尼拍，而且信望爱认为无反映创作信望爱的人的主张哦，迄完全是无时间通创，有收就拢认为，迄毋是经过一个人的思考。迄是无经过思考的。咱若伫迄个时阵，若有人讨论到即个问题，我相信因一定是讲，即个软体先做出来，咱才个豆豆啊瞧。毋过已经过30-40档啊，无人瞧，一直到起印啦。所以讲，毋过1980年代以后的物件，嘛无一定是有受到影响。咱爱看，毋过变做爱看情形啊。爱去了解即个文章创作的过程。比如讲咱若看美剧制拍的物件。咱就知影，伊较袂受到拍哩软体的影响。毋过嘛毋是完全无，要安怎界定嘛真困难。毋过若1970年代，还是搁较早的物件，真正都无受到机器的影响啦。好，安尼咱今日即个话题先到遮好无？我想要上尾个留时间，因为有个人顶礼拜论坛应该是迄个单位先转去了后头一届，毋过迄届大家可能无一定有收到消息啦，对，所以即届想要留较侪时间互大家。嘛是简单甲大家补充，若是人话大家较无感觉，因为咱普遍较无注意人话，毋过若大家想要看有一个上直接的例，会使其实咱再来离开，正确就是安尼。毋过若是即马到信望爱毋捌超过，因为当初是先摆咧做的时阵，无一定有迄个做迄个时间甲资源认真超过，所以其实伊的思考内底有受即个想法，毋过即个想法毋是嘛会使哦，即个想法是完全无。迄个毋对是咱去抄资料，其实这就是
无，迄就是中医出现了才安尼写。啊，毋过啥怎即马其实即个写法是足普遍，会出现伫各位的面体写群的大文，其实就是起字假诗造成的影响，对，互大家参考。啊，有时间咱再搁进一步来讨论人话啊、台文的发展。好，多谢阿天补充。好，过来敢有要继续了的？想要问，我的第二句遐心愿是啥物？你的哦，心啊，伊是迄个啦，迄品牌，应该我咧想应该是心源。我袂记得啦。哦，对，毋过若是你有迄个单位真的迄个迄几本会当晓啊，信网的网站就当查着啊，你查草地出。有注解啊。对，会较有注解，对。对，哦，是即个源呢，是即个源。好，对，源头的源。好，多谢。赞。好，安尼。好，则感觉有要掠的，我甲速度稍摇较紧的，安尼咱即个来掠一面好啊。好，安尼来，即面感觉有要掠的，一声，无，我才有迄个，好，我家己有。即拍才进第四段，80岁的是手术伫床，手术应该是即个术。应该毋是手术伫床，啊，过来后一句，所以无因意，毋是所以无因意。我袂记是啥物人的管区啊。好，啊，过来即边敢阁有人要斗掠的，一声、两声、三声。好，咱后一边，安尼即边应该是我的管区啦，我才会话较济。无确定，好，我先讲，遮第二段，即摆转来本来有真济，转来敢若读了怪怪，我袂记是安怎，我有标起来。啊，过来，规暝敢若一直在吹箫伊的灵芝，应该是可能无变调，袂记得啦。有几回我问起二姑甲长伯啊，问起，过心情，心应该爱转调。我事实想袂理解，敢若读伤紧，读做想袂起来，想袂理解。过来煞无看见。看见就是煞无看阮古早真久的旧朋友情。看是咱口语上安尼嘛，毋过若是写，咱较正式的写做看。互大家参考。即站第二段迄个，即摆转来哦。这声调小可读走冷气，毋过这应该是咱编辑组的毋对啦。你讲咱无应该插连话？嘿，咱安尼，因为这乌空。即个版本看起来，反正毋是上尾的版本啦。这应该是咱咧编辑的过程内底一个还未完成的。有可能。好，就所以大家互大家参考，阮即摆翻头搁看，对，嘛是有迄个对，编辑的过程真来，互大家参考，阮的经验是，大家拢叫是汉乐上歹编辑，特别是若是有看有咧做即摆出版业一寡第一线的工作者，因的心得是安尼，我捌听着，因的主要是。其实我听起来，我听了我发现，因讲的是汉乐上歹排版啦，无影汉乐上歹编辑甲排版是了啊无共的工，对。编辑其实汉乐是上恶伫编辑的，绝对毋是汉乐其实较颠倒有法度闪
咱白话字毋知要安怎创的阵，咱就用世界字，世界字毋知要安怎创，咱就用白话字。毋过若是转白话字要编辑，还是转世界字要编辑，其实你就是无通走闪，要安怎写？其实转白话字的编辑有影，真需要大家做伙来投入。若是你是对的主张爱转白话字的优字，其实搁较爱做伙来思考讨论，就欠大家做伙讨论的。好，互大家参考。好，安尼这边一声、两声、三声。好，后这边，好，这边将应该是透普读的对无？好，安尼透普读的应该就是阿天甲连根斗俩，阿天敢有要俩？开下下，对，开哈哈，加毋是嗨哈，开嗨嗨，笑甲开哈哈，哦哦哦，哈，对，个买第六抓，迄个是充满了还是充满了？诶，这我的语感应该充满了才对哦，加充满了光明。啊是安怎？你阿天伊敢毋是规片充满了光明彩色的光线安尼吼？诶，敢有人的语感是爱充满了？我感觉是安尼的，我嘛是安尼，对，哦，慢了，我安尼是我错误。好，感觉有要俩，迄个欢喜甲心肝头，对，欢喜甲，嘿，有我嘛有记，好，感觉有，好，感觉有其他人要斗俩嘛会使哦。安尼我来到拄则，就我这段第三段第二句，我爬上车拄则坐落去。我可能讲拄则坐落去呢。我因为拄则坐落去，怪怪，毋知，我可能讲拄则坐落去。过来，我无听见，我毋知迄个见出啥物代志，我袂记得啦。我有做记号，这个有闲这个环头等去听。好，我想讲家己读册无听伊，哦，我无听诶。哦，安尼可能甲我无看，甲我无听见的，变成我无听伊。看，我无看见，我无看。毋过头一摆安尼试，所以丢去。毋过你即个试的经济是，你是听安尼讲，敢是？就我感觉我会安尼讲啊。哦，我感觉有合理啊。毋过看大家，对，就敢若会呢，就是因为你安尼讲的时阵，我感觉敢若捌听过，捌听人安尼讲的感觉。无定就是只是听你讲。哦，好，过来迄个这面上尾段的第二段，内面有一只乌金色的蟋蟀啊，一只。好，安尼这边感觉有人要斗掠来吧？一声、两声、三声。好，安尼咱进入到后一边，上尾这边水哦。好，安尼这三抓有人要斗掠来。top 甲应该是 top 斗掠，敢有？
伊敢若拢有资料呢。嘿，来参考资料就是读过一摆，感觉毋对，随个顶读一摆，家读到对。就赞诶，有即个功能，代表咱听会着咱家己咧讲啥。好，好，安尼咱掠堂即个部分的结束的上大家，安尼咱煞来要来进入语词甲问题讨论。即马只我搁甲画面，问题讨论的部分，我先互大家看一下。问题讨论基本上，阮会甲问题先读了的人，会当先甲问题列出来，咱会当一项一项来交流。所以恁即马要写嘛，阁会附，虽讲无确定，看起来迄个列队无一定今仔日讨论会着，这嘛是足事上的代志，读册会列出来，无一定讨论会了。好，毋过咱就先看语词。好，语词的部分，咱是看白色的部分就会使，因为会较青色的是咱原底要读的迄篇，有先迄个讨档案先读的有字，最认真有做笔记吼，对啊，咱后盖若来读的阵，就会用着迄个录了的秘密迄篇的时阵，再来看遮语词。好，咱书类题啊，拄仔咱是讲题仔来嘛，对，内底有咱拄仔掠读嘛有用着，是写双白啊，因兜题仔内有正真济文旦游，所以解说樱花三价路着题仔餐题仔，好，过来是四xuất仔，亲像甲四xuất仔，对，迄是啥物？敢是迪士尼的卡迄个卡通内底有出现一只四xuất仔，过来鹰鸭出现的话句是即阵涂骹的鹰鸭队咧飞起来，迄两第二用的四xuất哦，鹰鸭对，好，大家即摆已经知影，大家拢有进步，好，互人讲甲鹰鸭。互人讲甲鹰鸭是啥物意思啊？迄是咱当时是查的时阵例句呢。大家敢知影互人讲甲鹰鸭是啥物意思？敢是互人讲甲安怎？敢有人知影诶？杨光兄敢知影即句例句是啥物意思？无开麦。我毋捌听过。好，多谢杨光兄。好，若是有知影诶先辈，若是无方便讲话嘛，用迄个直接留话，还是直接开麦，还是举手嘛，拢我再个请你讲话嘛会使哦。好，安尼咱今日诶语词看煞，咱来看问题诶部分。我会先甲逐条拢读过，才一条一条来讨论。因为今仔日抽换迄个咱诶读了有较临时，所以我今仔日诶迄个问题，我咧想应该大部分毋是今仔日做伙有先读诶有字听诶，应该是阮2当前咧读诶时阵，大家提出诶问题。好，第一条，写词句要直直讲灵芝诶代志，第一个问题要讨论诶。第二，若电台咧卖药啊。咱是大人诚侪不知深知咧。我来你啥物看法？和主角对灵芝的看法敢相像？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你若是主角，你甲牛开讲要讲啥物？敢讲有话？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是，咱这篇读煞心内有啥物感觉？过来第五个，牛比大头母。讲迄句主角无听见的话是咧讲啥？牛敢有影甲旧朋友情放袂记啊？是安怎有，还是讲是安怎无？好，咱列出来是即5个问题。毋过我想讲，因为即5个问题拢毋是即届有字
有时间互大家先读先提出嘛。等于讲咱即马临时看2当中有别个人提出的无诶问题来讨论。想讲为着要互大家讨论较有趣味诶问题，咱即马用野手诶好。若是你是对头一个问题较有趣味诶，就番野手，咱就先对上侪人有趣味诶问题开始讨论，安尼可能大家较有通参与，安尼敢会当等下请top替我算一下野手诶人好。咱即摆会当认识一个野手诶功能，对，对。好，野手诶功能大概哪会使？咱着即马好，你野手无限制，你对即个问题有趣味，你就野手。好，安尼咱对头一个问题开始，民调。第一个写词句要一直讲灵芝诶代志，对即个问题有趣味诶人请野手。我用 Google 翻译，伊是互人，伊是翻译做互人批评，互人讲较营养，好，诶意思。多谢阿杨，无人一声、2声、3声，好，即个无人野手。过来，第二个问题，那有人要野手诶，有人对即个问题有兴趣诶，请野手。安尼我甲问题搁读一摆。那电台咧卖药啊，咱是大人诚侪不知情信伫咧。你啥物看法？含主角对灵芝诶看法敢有相像？请大家即摆当野手，一声、2声、3声，无人。好，大家是袂晓野手还是无人啊？我即摆小可无确定，敢有啥物人会当野手？试看觅。透破会使，大家拢要野看觅无？就先确定大家拢会晓野。好，安尼我知影，多谢大家。好，若是你迄落无法度野手诶，你嘛当直接发声，互迄落 top 会当甲你诶迄个票数算入去。好，安尼咱就继续第3个问题，请大家对第3个问题讨论得有趣味诶当野手。第3个问题是：你若是主角，你甲牛开讲要讲啥物？敢讲有话？要对即个问题讨论有趣味诶，请野手，咱就画3声，一声、2声、3声。好，top 遐敢有？看到？你摕一票。好，所以安尼请甲手放落来，多谢大家。安尼第4个问题，咱请大家对第4个问题讨论第4个问题有趣味诶，当野手。咱即篇煞心内有啥物感觉？咱就来野手，一声、2声、3声，请 top 替我算一下。多谢。5票。多谢 top，安尼大家手会当先放落来。好，安尼过来第5个问题，牛比大头母讲迄句主角无听见诶话，是咧讲啥？对即个问题有趣味诶，请野手，一声、2声、3声。好，请 top 倒算。好，先用35。嘛是5个，水哦。好，安尼咱手就会当放。好，安尼咱就对第4个问题来讨论。好，安尼来，咱请拄则有野手诶人啊，迄个咱请龙光兄先分享刚好。拄则拄好，咱正式起稿以前，龙光兄嘛有讲一篇是伊上介介意诶。我补充一下，我会记得即个问题应该是2当前诶我写诶，对，我感觉即篇读了，若是无讨论即个问题，实在是伤无彩啊！就甲大家做伙读了后，即个问题是一定爱讨论诶。好，安尼咱先请龙光兄来分享。拄则有野手诶嘛，准备哦。我是感觉即篇小说伊
伊是咧写讲一个出外诶人啦，吼，啊，伊足久袂当转去，啊，伊对故乡本地有一个诚水迄种诶感情，吼，比如讲永远诶故乡。啊，毋过等于到实际诶时阵，伊看到现实煞是安尼啦，吼，感觉诚失望，吼。啊，毋过，就讲作者本身吼，啊，伊免来处理即种感觉，吼。啊，所以是我感觉上尾上水诶时阵，吼，我想是拄则第几个问题，你讲若是迄个你是主角诶时阵，吼，伊免含牛要讲啥物话，我看起来伊是大部分拢伫遐听，啊，伫遐咧，啊，毋是安尼大部分伫遐咧听，伫遐咧了解，啊，伫遐咧想啊，到底这是变做啥物款？啊，所以是上尾诶时阵，我是感觉讲即个虽然伊对台湾，伊转去台湾了，迄阵仔诶现象伊无真满意，啊，毋过伊嘛无诚主观啦，吼，伊嘛会家己想讲，啊，这敢袂我离开伤久啊，吼，啊，这代志我已经毋捌啦，吼，所以伊还佫抱着即种诶题目是安尼吼，啊，所以我是感觉伊上水诶到尾啊，就是讲伊迄个牛吼，牛包一只细鼠仔互伊吼。啊，伊伫巴士顶头，听着四叔仔咧叫诶声，吼，啊，足欢喜吼。啊，到尾啊，伊落车，甲四叔仔放弃，安怎自由吼。啊，所以是我诶感觉是讲，伊这处理，甲即个感情处理甲诚水啦，吼。虽然讲做一个出外人，也是讲过去安尼咧舞政治诶人，要主张台独诶人，啊，等去到台湾，啊，煞毋是安尼，吼。啊，是要虾米？正吼，还是讲要啥物款？啊，伊即边诶处理就是讲，双方面拢有和好吼，双方面拢有迄个要怎讲？要抗赛哦，来讲有和好各好安尼吼，甲迄只是需要放弃，而且一直走去，得到自由吼。所以我感觉是伊典型即种诶气味安尼。是。冇错嘿。多谢龙光兄。好，啊，敢有人有要做咧分享，请举手。啊，迄个我会记拄则迄个对即个问题有转票诶，应该阿天议题，议题要讲敢是？议题我毋要先讲。好啊，好，我嘛感觉落尾迄段，伊甲牛小甲伊迄个灵机诶时阵，伊若想感觉牛变啦。啊，毋过落尾上车了后，看着牛送伊诶物件，伊阁想倒转来，伊甲牛诶关系其实无变，即种一段内底诶变化，感觉诚水，因为迄是个人诶感觉，伊无真正甲牛问，还是因为可能伊诶晓伊，互伊影响，感觉伊甲牛诶关系无共啊。毋过其实可能袂因为伊离开30冬无看到牛，就安尼有变化。其实可能共款，啥物拢无变。是。对。所以你诶感觉是啥？感觉就水，感受上感觉就水诶，感觉即种关系就水诶。是。多谢议题。好，安尼我嘛想要来讲，我感觉我大家拢会当先举手，安尼我就知影我等一下要找啥继续分享。我感觉我当初是即篇读煞会提即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感觉读即篇迄个有啥物感觉，迄个赞词，
对头开始读，甲读到落尾诶，迄个一层一层诶变化就无共诶。像头前拄则迄个议题嘛有讲嘛，其实牛甲伊从细汉熟悉啊，因看起来，啥物大人拢会讲牛无爱读册啊，惊迄个因厝邻诶时代会烦恼伊甲牛牵做伙安怎，就看会出来是可能较枵读册，较无爱读册诶迄款政策，毋过感情嘛是诚好，一直到看着原来即个主角本身踮伫外国，超过30冬，佫转来，就看会出来两个人是已经囡仔时代的伴已经是遮尔无共诶人，就迄个无共是迄个生命经验无共，到底要甲伊讲通，其实哇是若真正足歹想象诶30冬，对30冬，对，就感觉足稀微就人甲人敢是安尼敢若有法度行一段迄款稀微。佫有伊讲社会变化，敢是资本主义诶经济诶社会，我感觉这嘛甲伊迄个题目安尼设草地找牛，足趣味诶设计，毋过就一直读到落尾一段，才感觉就人甲人要互相理解，还是讲到误会，到佫理解，足侪无法度用原底就是讲足学得用文字，还是免讲文字就讲诶，我家己台湾话程度无够好，无法度表达出遮有诶物件，毋过有法度伫单位生诶作品内底看着遮尔水，就人性诶水呢，就人甲人之间世界诶水。对故乡、对少年的时阵，迄款理想甲希望，甲世事变化，遮个物件拢互伊浓缩伫一篇，就感觉头前感觉足悲伤，毋过后壁佫感觉看着感动甲希望，就是我诶感觉，所以嘛想要听大家诶感觉。好，安尼我既然无人举手，我着凭印象问迄个阿天请。好。我有一段时间读这篇，拢会流目屎呢。落尾读伤济摆就无即个效果啊。因为读伤济摆，迄个情感反射就毋知啦。你通囥较久诶，佫转来读。反正佫让7、8冬，嘿。对啊。一篇，伊是转来厝找一个足亲诶记忆啦。迄个记忆完全找无，一直到上尾才雄找着。拄好迄个时阵，车就起行。迄个天色就变做红金，为迄个西照日，为迄个目屎后壁照入来，伊就看着迄只蟋蟀伊甲海聊的事，应该是一个伊足久无去过的所在。车驶到海聊，伊就落车放蟋蟀了佫上车。我都想着即个，亲像马街，陈瑞生离开台湾，去住伫马街的故乡。马街是过台湾的，毋过马街的人生无共，因为马街过台湾是过来一个新的故乡，伊一世人的故乡。陈瑞生是离开故乡，所以伊伫迄个咱伫伊的著作内底看袂到
加拿大的土地的感情。啊，伫加拿大，伊若要为倒位坐车去倒位，迄个老人经过的所在就是一个车站尔。毋过伫即片内底，咱会看到含海寮，这嘛是一个应该是有记忆的。我反正伊细汉的时去草地找牛的时，有咱凊彩想反正有一摆经过海寮的是迄个马术胖裤啦，啊，大家拢落车开讲食薰还是啥？他就他，有反正有即款记忆啦，所以讲海寮伫伊的记忆内底是一个所在。我就所以我想到即个体会到即个大桥的即个心情，所以你流的目屎是啥物款的心情的目屎？你敢有法度家有一个注解？差一点啊，就无即只事实啦，嘛无迄个无看到牛笑，差一撮啦，较输讲迄感觉好来，就无迄个红花的天色啊，若安尼，伊就安尼，落车个压雨，行转去台南的厝，想讲啊，真正迄个细汉的时，迄个台湾真正叫袂转来啊，差一撮尔。就是电影足紧张的，原底一切拢要无希望啊！了后，迄个，会当讲是看欢喜的目，安尼应该算是欢喜的目屎，敢是？是。好，多谢阿天分享。我看咱的时间其实差不多啊，我想要留后壁的时间，若是大家有想要分享，对啊，中间遐。等下咱请龙光兄来继续讲，因为我感觉阿天上落尾讲即段嘛，就适合咱煞来想要留时间，互大家，陈雷生你即马先等于天顶，咱若是有，对咱读陈雷生文字有感动，就足好运，咱做台湾人啊，咱知影有足侪台湾人，拢还阁毋知影陈雷生的作品毋捌读过，咱阁有足侪时间通做。咱真福气，咱伫陈雷生治疗是伫即马的时阵，捌甲陈雷生，用文字小说来相拄着，感受着大家的文字甲咱听，写出咱台湾人的心情，就真正是足好运的一件代志，对，咱就会当煞来留时间，会当互大家继续开讲。我先甲时间交互龙光兄，请。龙光兄敢有开麦？我是要回应即个阿天的分享啦，是。因为读即篇我会爱讲含即个出国即款代志，个马术顶的革命介绍即3篇啦。其实应该毋是干那即3篇啦，但是我会用安尼来做伙读啦，所以阿天的分享有可能会变做讲，人台桥个转去到台湾迄种气氛会特别深啦，伊即篇内面伊个特别去有设计着讲，一款啥物民防的啦，啥物药来。会大家找麻烦啦，来选举拢毋敢放炮啦，遐迄其实是伊即篇毋是干那讲着即个含伊细汉的囡仔迄个牛的记忆尔，是。伊嘛是咧讲着讲伊想象，伊讲较会含伊想象的即个永远的故乡较会差遐尔济啦，是。是咧
咧讲即种诶代志啊，吼啊，即个出国即款代志嘛是共款啦，嘛是共款有即种诶气味。啊，毋过伊即两篇伊对即个主角对内面伊拄着诶人拢足咱宽容啦，拢也无咧甲因抠洗啊，毋过干那马术顶诶革命你一直咧骂迄个少年妈妈啊，所以伊就可能我咧摇啦，我咧摇讲可能伊单位对安尼明明安尼，就妈妈无爱讲台语刚刚你迄篇是讲开西讲牛，开西讲牛对，开西讲牛，多谢你我纠正开西讲牛所以特别感觉讲这少年妈妈较无爱教囡仔讲台语，即件代志伊特别气的款，所以挡袂牢，都跳出来甲骂啊，无嘛共款嘛，伊拄着牛啊，拄着即个即个艰苦病囡仔还是啥物款啊，伊拢用足安尼足有疼心，还是感觉讲，甚至有一寡小可安尼，感觉伊爱离开故乡，啊无含因第一同齐受苦迄种诶感情啊，若对即个少年妈妈无要教囡仔讲台语这啊，颠倒伊迄个囡仔诶台语讲出来，迄个牛是含阿嬷学诶，毋是含老母学诶，所以即件代志应该足受气，所以挡袂牢，跳出来甲骂。是就好看诶。啊，巴士顶诶革命嘛是介好看，就嘛是足赞诶。好，安尼大家敢阁有想要，无论是啥物，即摆的当然即篇有要继续讨论诶嘛诚好，因为我感觉的完全甲。要少年陈雷声嘛，无可能完全无讲到伊诶作品，因为咱就是伊诶陈雷声诶作品，就是伊留互咱诶礼物啊，就真正感觉诚好运对。拄则是听阿天甲梁光兄讲着啥，袂记得啦呢，无随因就袂记得啦，无要紧，会阁想起来。对，因为即篇真写了足有诶，包括讲，我会当理解。迄个主角听着，迄个牛诶咧讲灵芝诶时阵，迄个心情，因为阮阿公，嘛是种爱听电台买药啊，阮爸，嘛是医生人，就会较烦恼嘛，烦恼因食甲药剂歹去啊是啥物诶。细汉诶阵捌看过阮爸足歹，甲阮阿公，就是叫伊莫安尼，对啊，佫会气甲迄个规罐诶药粉啊，咧干伫涂骹安尼摔破去。啊，当然知影老爸是烦恼啊，甚至我会记我迄阵大学诶时阵，阿公先转去，迄个阵嘛是药剂较歹诶时阵，我会记我大学迄个时阵，嘛是会当然着对阮爸嘛，就会想法，就会感觉安尼电台诶害遮诶老大人、死大人，食甲身体歹去就毋好啊是啥？毋过若佫较大汉了，就这嘛毋是毋对，毋过嘛知影讲，原来电台发挥诶功能，就是对阮阿公阿嬷来讲，囝儿时势拢伫外口拍拼，无陪伫身躯边诶阵，迄是因逐工来陪伴因，足实在，咱call因入去，咱创啥？就想着佫较细汉诶阵，对阮阿公阿嬷生活诶阵，就嘛毋是袂当理解，着遮个物件嘛该处理。好，对啊，大家拢会当对陈雷声诶作品看着这感觉足赞诶。甚至陈雷声看着永远诶故乡，感觉嘛像是看着未来诶台湾。就咱希望咱诶台湾到底变做是啥物款诶台湾，对啊？就经济发展了后，人甲人诶关系敢会变啊？咱希望啥物款？安尼我要点迄落也袂讲话，托普敢有要讲？咱佫有几来公务员拄则佫上线呢？毋过恁头前无听着，我毋知应该伫有透无？我看一下，朱雄啦、明金啦，但我敢若话我熟悉诶，啊，若是讲有一寡朋友嘛有想要分享诶，嘛会当举手，若是较歹势，啊，我是惊我无熟悉，
毋知安怎甲恁翕。啊你啦，老欢喜啦，好，安尼我要问迄个拄头有对到尾的，先问迄个拓普，你有要分享无？你敢有读啊？因为即篇你做过已经漏洞啊，毋过我毋知你有读无？我头礼拜读这篇诶，今日才读。嘿，安尼你会感觉上青哦，敢有要分享诶？感觉毋知呢，无啥物感觉，好，你敢若加读几摆？对啊。要咧消化。好，多谢拓普。我感觉对啊，伊拢无讲话啊，主角拢咧听尔。嘿，哎啊，无听着主角讲啥物话。你要听主角讲话，你爱去巴士顶诶革命甲开始讲句。好，继续读啊。好，赞，多谢。安尼免紧咧，免紧，你敢有啥物要分享诶？我无全部听了，好，但是这是我头一摆读陈雷生的作品。哦，是哦，竟然之前去了靠背面无叫伊读，伊咧创啥？我去甲问。伊有讲，但是我还未读。好，安尼我是我诶问题。我意思是搁爱有人来纠察社会，安尼我有了解。考过，而且考过定拢无甲我回我诶信息。你即摆是咧提醒我妈要甲你回收，我等下去甲你回。是毋是？无，伊咧无用啊，伊7月考试才考出。无，伊一直拢安尼。惯势就好，伊无针对你，对我嘛是安尼。哦，安尼我较不要紧，无我其实我咧画图。好，多谢恁诶。多谢免紧。好，安尼，小阮嘛有做伙读，小阮敢有要分享诶？虽然我感觉即篇诶主题毋是，毋过我无要紧啊，即摆无插啊，无要插即篇啊，你要讲啥就讲啥。哦，我感觉伊就是发现讲伊即个朋友甲以前无共，会当体会讲，其实就是像讲灵芝卖药即款物件，我感觉拄着这人就是伊甲你推荐，伊是真正是真心诶，真有信心讲，这个物件真正足有效诶，啊，所以可能讲这个主角若是陈雷生本人伊是读医学的嘛吼，所以一定会是对即种物件会感觉反感，所以我感觉迄个感觉足趣味是讲你遐期待遐久无见的朋友，结果伊咧讲一个互你感觉讲你较无法度接受的代志，啊，你要安怎反应安尼？啊，毋过最后好你加知，就是嘛是有感觉着讲哦，即个老朋友嘛是共款是搁伫。即个故乡嘛是伫遮啦，或者有一寡代志其实嘛是无变的安尼，所以我感觉这是真趣味，嘿。是，嘿嘿，有人听有要回应哦，请免紧，请多谢小阮。我是想想到一个问题，是，就是要安怎解决？莫讲就是。嘿。哦，你讲我这是要提出来问题哦。啊，我想家己爱意识到嘛。对啊。过来，其实是直接想起来啊，但若是会当想起来，就是会使莫讲诶。所以台语是真正无即个。有对，啊，毋过咱诶就是毋是摕来读，对，毋是摕来做话使。凶手是啥？就是伊即款会使。毋过，若是第一句话上头前，其实想起来嘛无差诶。其实迄就是咱互中医画着诶，袂使。哦，所以毋是讲全部拢袂使讲着。对，所以这代表这是搁较正解诶，比爸妈搁较正解，毋是拢袂使，是有诶会使，有诶袂使，咱要甲袂使诶，甲伊翕扫，甲伊改起来。哦，所以就是意识到，若是即句话
伊有刷落来需要证明是啥，就会使用就是安那。可能对，可能若是想起来无差，就迄就是爱想起来，迄好就是爱恁若头一句诶，还是你讲第二句诶，你就想要长去诶，头先你就讲就是你就当想看觅敢是会当安尼用，对，啊，若是讲对我开始会拄着。对，因为我听网中诶节目阵会讲啥物对安怎安怎对。我甲你讲，迄就是我需要改的所在啊。哦，好，当然啊，个我就是会欠改的。哦，所以这嘛是袂使。对对，而且袂使其实袂要紧，毋过迄是中医的袂使。咱台湾来讲，迄个，诶，迄个，我规工啊，对，迄个。啊，这议题拄则是要讲啥物？我袂记，你若我讲煞，是咧害你迄个拍断你嘅迄个想法。无要紧，重要的总是袂老高。对，好，安尼我会继续练习。多谢，免紧。啊，我发现我老高去，因为今日卡罗嘛有甲咱做伙读，毋知影卡罗敢有要针对即篇也是拄则相关的问题，也是单位生，敢有啥物要甲大家分享的，拢会用。哦，就是看这篇，应该都有一寡人有感觉，啊有感觉的人可能就是，啊有人生的，都有共款的情景，就是有一寡，有悲态，啊搁失落去，啊变做讲，你若无类似的这种经验吼，可能会读到讲，这嘛无讲啥，有可能，咱若对陈瑞生来讲，可能伊想讲台湾应该是伊细汉时哦共款的台湾，啊，毋过看起来其实应该是大家想讲啊，伊为外国转来啊，搁做请呀，所以拢会去甲等家己当地做的一面啊，无爱认输啊，啊，毋过背后想讲。知影讲对方其实毋是要甲你来比拼的，所以讲伊尾仔甲上珍贵的物件都甲伊撒出来，就是讲上尾上心肝头、心肝影啊，这个上宝惜的物件，其实是藏伫上后壁，头壳身后拢伫开讲的时阵拢伫试探啦，所以。毋过咱若无这种经验，会想讲，这看起来嘛毋知影，可能无迄种，无共款的感觉。毋过若有经验的人，讲这实在是，这写甲要互人目屎流，以上。是，多谢卡罗，拄则听卡罗分享，我嘛才想起来讲，拄则听天甲梁光兄咧讲，陈瑞生对台湾的迄个。迄个听堂啊，来写伊的作品，甲特别这篇。我才想着我拄则听着是要讲啥。迄个时阵应该嘛是疫情迄个阵开始，逐个办论坛嘛，办读册会，迄个阵随时到台语海港社阿关，拄好有机会就陈瑞生来，有上一个那个小说的课，对啊，我真好运有对着。迄个时阵会记你内底。有讨论会当请到陈瑞生的时间的时阵，因为大家读遮侪陈瑞生的作品，就会知影陈瑞生一定感受会到陈瑞生对台湾的感情，永远的故乡的即个心情。就有一个较调直的当冲，就认真问讲，陈瑞生你即马嘛退休啊，安那会无想讲？你若是你遮听台湾，哪会无想讲要搬转来台湾？迄阵陈瑞生回应我到即马还会记得，一方面当然是讲，伊的身体本身嘛爱照顾嘛，环境变化，过来陈瑞生嘛是有讲，伊惊转来台湾了，就是
我袂记伊实际话是安怎讲，毋过我会记哩是讲，对啊，着四个拢是中国话诶，迄个伊可能袂堪信，对。我迄阵听着诶时阵，其实是了对迄个当初咧问即个问题的时阵，我头壳内底都有浮即个答案，毋过陈瑞生因本人亲身安尼应，嘛是感觉足毋甘诶，对，对，嘛会想着，其实真毋是讲陈瑞生，我是想着迄个阮欧妈妈诶阿伯。陈瑞生诶对台湾诶疼，有诶人会感觉是因迄代诶人因有经过228，因佫较知影对台湾话会疼，可能敢若晓台湾话诶人拢死了都无代志。毋过我拄则讲诶阿明，因是2012年出世诶囡仔，对，是欧妈妈，欧妈妈，是欧妈妈成立诶原因。因是敢若讲台湾话诶台湾囡仔，无爱中国话诶台湾囡仔。因嘛是伫2023年诶时阵，因为因阿爸是日本人，因为看袂着，因迄阵2023年嘛才12岁，对，毋过因从细汉因知影啥物是228，知影台湾诶历史，嘛知影台湾爱建国，知影中华民国毋是咱台湾诶，毋过因看袂着伫台湾无爱中国话，因袂因选择无爱学中国话嘛，毋过因看袂着迄个未来，所以因选择离开台湾，对啊，嘛会想讲，希望有一天，着咱伫遮甲台湾国起好，等因转来做台湾，常常想着，甲大家分享。好，歹势，对。好，安尼敢佫有大家有要分享诶部分，安尼我先甲画面切起来，分享诶画面切起来。好，安尼若无咱即马时间，若台湾时间嘛12点，咱今仔日论坛结束以前，咱甲时间交互迄个梁光兄来讲后礼拜诶主题。多谢梁光，多谢梁光兄。梁光兄无开麦哦。多谢论坛吼，伫绝对时间吼，会当经一篇文章，我感觉这会当代表陈瑞兄伊诶即个作品诶一个足重要一篇文章吼。本地咱要读诶迄篇吼，迄篇迄个罗家寮诶秘密因为即个校对还未完整吼，所以嘛还未出版所以讲是以后等候出版了后，咱会当过来读吼。我想匆忙甲大家回息咧一下吼，多谢论坛迄个绝对时间会当经一篇安尼吼，平常嘛毋知影要讲啥物啦吼。毋过我感觉即种诶，大家分享足尔啊珍贵吼，尤其是迄个拄则 Carol 咧分享吼，我感觉伊诶观察实在是足对啦吼。其实是咧欣赏一个文学作品诶时阵吼，若是你拄好你迄款诶共款诶经历吼，就会特别有迄个感受啦吼。我是会感觉讲，陈瑞兄伊用牛吼，牛即个物件，我想伊诶设定检采是讲伊要去找一个伊细汉诶迄阵来台湾吼，较用伊诶表兄来做一个设计人物啦吼。检采真正有即个人物吼，嘛检采伊是想讲伊要去找一个过去迄
迄个台湾吼。若想起讲有时有个人为即个政治人物吼，转到台湾，去早期的时阵啦吼，会产生一寡政治上的即个无共派系、无共路线的冲突吼。毋过，但是遐伊即个咧处理的中间吼，伊转去到台湾，看着足侪袂惯势的物件，毋过伊的反应是用迄个疼心来处理啊吼。疼心即个物件，可能毋是干那讲是牺牲，还是讲安尼吼。我想较重要是造就啦，吼，就讲对你所疼的人，你有甲伊 build up 吼，你有甲伊造就安尼吼。歹势，即个后礼拜的节目吼，还袂，我爱搁去看，有爱了逐个时间吼，咱就等即个网络遐来广告安尼就好。好，安尼嘛是拢固定，论坛都拢诚固定，咱逐礼拜六的即个时间，台湾时间是暗时10点嘛，北美就下早7点到下早10点，就敢若是就固定即个时间，咱全世界的台湾人拢会当伫线顶来相会，真固定，无论主题是啥，逐个拢会当来遮相会。安尼，咱今仔日论坛就到遮。真多谢大家做伙参与，多谢龙光兄。好，多谢大家。多谢，多谢大家。多谢。好，我先来去困了。好，大家安安。安安，有要开讲的，大家留来开讲吼。大家再会。